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到對來檳榔福建的節目聽鬼的故事第二出南西講鬼第二出。這個禮拜咧，我接落去聽講，頂一個禮拜我感覺到迄個刺激的感覺，安怎南西會看到合併的砧板。我查查想，伊講唔對，我來知伊講原來是查某的砧板了。我想者有影對，伊講的對。敢咪對，所以當然接落去聽。頂一個禮拜我講無了誒鬼嘅話題。你真咩？呀，你咩先看到啊？你看到我講 describe 係咪？你成日感覺到物件？你砧板是唔是？我 office 我唔知是唔是啦。你我 guess 看埋啦。嚇！你砧板是唔是正手柄是梅刀手柄是四手？正手柄，伊行入去，啊，特別 depend on 你個到底看我。大梅入去啦。大妹子特別無，我大妹子其實是你行入去，你行樓梯落來，彎入去是伊是正手柄是就係經查某誒了打包誒，你就 turn around 要行入去是，要行入去是伊會最細手誒是到底正手柄，啊，了大手是幫住位，特別伊無開口，查某大妹就正手哦。查某袋咧是所以查某嘅袋咧就是另外一邊。查某袋咧是。Oh my god！ Oh my god！ 係咪？當佢我 describe 佢聽，我講唔是，伊講伊妹是唔是到底多手柄嘅喂，一班就到底正手柄。我講唔是，伊妹是到底正手柄，但係多手柄，特別伊講無查某嘅袋咧，我成話查某袋咧是當佢另外一邊 mirror image 係嘛？所以查某嘅柄就是多手柄，每一隻手柄是砧板。啊 ！Oh my god！ 特別是正啊！我感覺到物件。看到啊！你頭先你講愛行去砧板的時，我就看到迄個 spot 了嘛。哦。啊！咦，我記你。伊是唔是有空啊？對了梅。伊無伊是 basement，特別伊窗啊，伊有窗啊，特別伊窗。伊窗啊，啥物？伊唔是窗啊，伊是窗啊，特別。窗啊嚟㗎，唔是窗啊嚟，是一個上個。有窗。哈 ！My God！ 對，伊有一個玻璃窗，伊有一個玻璃窗，係看入去，伊上一定當你巴肚壁個了啊！伊就是冚起來啊，是伊有一個窗看出去，你巴肚壁個了誒。我無你 detail，特別我知迄邊角有一個坑是。哈，伊是上個窗啊，特別窗啊是看出去是伊壁來，所以伊唔是看出去外口誒。你過去嗰一刀啦，去看無啦。查某嘅砧板你咪話死啊！特別無。做啲舊樹，佢都白白行入去嘅嘛。特別你講嗰啲玻璃，其實伊都是玻璃，伊窗啊，哈。伊攞經，特別伊隻奇怪，即係你洗手，然後你看湯櫃打包嘅砧板，伊看湯櫃打包嘅就係洗手嘅先看到。特別伊嘅邊啊呢，砧板嘅你洗手嘅邊啊都顯示到是一隻玻璃，成個窗啊咧特別看出去，伊是看到邊嘅，特別你喺邊啊看到伊入面用拍開咧，所以你看到巴肚邊，看到咯。我買起啊不到。因為咗嗰啲叫啲豆樹機翕相啊！啊，翕相啊！因為我唔敢咯。我唔介其實係勁嘅。講話了。哦，我嗰邊南西都真嚇死人嘅南西。誒，安怎？等陣咧沙羅係唔係安怎嚟免去啊？係咯，伊去買350塊。你買好去啊？但係是唔是你買嘅數？有你 internet 嘅數？我未知哦。嚇，當然你只明啊。頭先3塊半，即仲比300個啦。300個係啦，你食到你，頭晚食到你冇生傾嘅榴蓮。南西都真嚇死人嘅南西。啊，啲路入來，我擺入來咯。有路無啊！有路無啊！擺。等陣直接講俾妹係咪物件啊？再講下。我俾妹。有在 Mount Pleasure 嘛對。Mount Pleasure 度度。我未記得咗啦。Mount Pleasure 是要Tanjung Bunga 要去Batu Ferringhi 啦，未到落巴坑咯，未到Batu Ferringhi啊，看落。隻小餅嘅啊。嚇，古早有一個 Swenson 嘅 ice cream 啊邊嘛？哦，我在 Ferringhi Beach 誒。嚇 ，before 到 Ferringhi Beach 有一個 Swenson ice cream。Mount Pleasure 啦。嚇，我知。
Mount Pleasure。哦呀，我捌去過，我常常去名食啊。Spencer 咯。嚇，伊樓頂有隻 swimming pool 啊，伊上身外口有一支 swimming pool 係咪啊？對。แล้ว佢when 伊做 Spencer 你知貴了，伊冇做 Spencer 了，有一個駐車喺入邊嘛。樓下，我捌去過，我逐擺有喏，因為上時有樓下駐車了，你去樓頂食 Spencer，我逐擺就是去樓頂食 triple scoop，after 我食駐車。嗰隻有 tidal wave 嚟叫。tidal wave 叫 volcano 係就叫 volcano 係啊。tidal wave 25 scoops。我捌食過。Last time you eat all you can 嘅嘛，對。對。你講。即是冇了，就當 Swenson 冇做啦，特別伊有係駐車嘅時嘛。แล้ว有一節嘅時，快暗了啊！แล้ว人講要去嗰邊食嘅時係咪？你就講你駐車冇開啊，咁嘛花車去咯，花車過嘅，點解看哎呀暗，安尼款就是冇開嘛，嘛要彎轉來咯。彎轉來是看下上架寬安尼，伊未看而家就啲上寬安尼背過安尼款嘅。哦，成個煙啊呢，成個煙啊，上架寬安尼。哦，成個是白色。白色。哦。伊上架背過安尼款，睇你是安尼嚟。你是人嘅車嘅 engine 死火啊，是啵。你是被乜背過？即係我特登看到嘅，即係我normal嚟。哦，即係 normal。我特登有嘅。我上個我一人看到名啦。我到點咯，แล้ว過了我對到半站，你知有一間haunted bungalow 叫做 adorable 咯。我知，當然做隻水去咯，當然。有呢。頂當時我真我佢只是我講到，伊當然 renovate 過啊 for sale 上面嘛，做隻水去啊。即係咪是講 after 過咗 adorable 呀？แล้ว我咪是講咯，我咪到一點我看到我到點咪講話了，我就對花車對咯。我唔都就問我講阿媽，你玩下你家過來時啊，你看到係咪哦？แล้ว我唔係都冇看到啊，你看到係咪？你講真一個物件背過安尼，แล้ว講我冇看到，你我唔敢講 really 去看是係咪來啦？我just 影一個背過安尼，白白嘅安尼。Yeah。我睇你是 always 看到呀。你是第應，伊是迄個幾現線是第應現線嘅form 下形下。唔知呢，我想講，because 伊個係上個是落雨過了無著久啊，然後我想講 maybe 你知有時落雨了變冷，會看到上個伊個。miss 呢？安尼看我上個是安尼啦，我嘛想講無半行咯，然後我嘛都問我你看到係咪？然後佢轉嘅點你看到係咪？然後講你冇看到啊，你看咯。南西，你感覺？但係你講係伊 N 上面上看到，我是每你是唔是講伊個？跑車上冇看到佢這種。所以意思是咪意思成個？你知有人講咱你鬼下第一定。較用互人嘅目睭看到嘅物件。係被害人嘅啦。被害人嘅，這種被害人。我是安尼講成個雲安尼配過。伊達到是對你邊整咁配過嘅，安尼看過。來讀誒，哦。你係講下一種上個講你變過去，無看到半行，特別上個你講上個。上個有細細漢嘅囡仔，成日走過安尼，你變過去看是蝦米來啊？看無半行嘅是蝦米來？你講嘅有陣時是哪都講來，有陣時是一種啊什叫咯？別講嘅嘛，有陣時哪都講，別都講有陣can be 陣一種嘅嘛，伊會變老人嘅。等陣我問你，假講你是唔是有時感覺到呢？感覺到囡仔特別無半行嘅？我古早我大啲我媽係厝嘅時啊。然後點上架講上架有人行過呢，我俾佢去看，特別杜啊上架行嘅。你媽邊個有哪都講哦？唔知，我唔知。哪都講表哦。我捌得罪過哪都講啊。哪都講就差未啊，我講就差未啊。冇啊。你媽是冇講。
冇啊，tapi I think 路頭有啦，路啦，嚇， tapi 我大概常常看到我上家我住啲kitchen 啊，住啲灶卡做物件嚇，我上家物件貴安尼款行過我，我邊過看，伊無半項。做咩事？你感覺就是囡仔咧，是唔是假假數？嚇，上家假假呢？哦。嗰時你厝有無囡仔頂麥啊？你舊啊？嗰時你明唔明啊？嗰時你有人囡仔就走啊啥？你舊啊？嗰時你直啦？嗰時係咪有？有啊，我會直啊。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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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fucking this is the best episode ever. This is like oh my gosh, crossover with Namsai. Crossover with Namsai. 好死㗎！好死！我有一個姐，伊細漢伊老細要死去。Oh my god! Oh my！安怎南西安怎會知嘅？伊個唔是講過有家己人，伊講你直還是你故意個講出來嘅？南西你是唔是？南西你是唔是？南西你是唔是白炸講嘅？我都頭包嘛，白紙。攏上金邦嘅大餅攏白嘅 already。冇啦，我仲是太平嚟嘅。哦，大媽就是講太平嘅事，哦，你是白人㗎。我邊嗎？哦 ，sorry。Oh my gosh！Oh my gosh！南西你做我落幾場嗰兩件，誒白刀好，白刀你咪做新 episode 叫做 crossover with 南西啊咯。南西成日是伊會看我一我知人啊，伊看幾個人。伊會成日淡薄psychic power 嘅，伊會成日你成日你講嘅，伊講嘅告訴你成日 immediately 你 visualize 看到嘅話，你是唔是？OK， 安尼好了，安尼我行面要回路，我真得正字。哎呀！別使，你句子咁妹，你句子咁妹。有見啦，我回。好 OK， 每個。啊，你句子我未白行。好 OK， 當機妹。係啊，我當見大一間厝啊。我當見大一間厝啊。我唔教，你唔教我講啊！你看到鬼唔教我講啊，咪厝。Please。冇啊！我當見回南西，南西看啲嘢講互我聽嘛。我當見大一間厝啊，我先來先啦。我先教因係真濟年前啦。然後我嘛是大厝，我 husband 去做工嘛，等我來 holiday 安尼款啊。然後我逐個啊，我唔敢去樓頂咋 ，because 啊，我感覺啊，上家有一個人徛喺樓頂看到我安尼，你知哦。我唔敢講，我唔敢教我 husband 講是有人看到我安尼啦，我唔敢甲伊講啦。然後我咪講，我逐個等伊，若是講伊對來做工啊，我等時我一隻 Alsatian 一間厝嘛。然後逐個啊叫咧 Alsatian company 我咋，我坐啲我無去倒落位，我干那去走卡加去聽爾呀，我唔敢去樓頂嘅呀。樓頂樓無插啦，樓頂房間也是大佬，我唔敢去嘅呀。然後我困樓頂啦，特別我唔敢去，我一人我唔敢去嘅。哦。然後我若是講啊，我要去撞翼啊，我等到我 husband 對來啊，伊去樓頂，我無甲去樓頂撞翼，你知哦。然後若是講啲樓卡大啲廳加灶卡，我敢去啦，我唔敢去garage，我唔敢去 utility room， 我唔敢去嘅呀 ，because 我baru無了，然後啊。真啊濟年安尼，即係幾廿年我來本身安尼了，到尾我搬來大出邊嘅時，我搬來 for good 嘅時啊，先本身安尼，我唔敢去樓頂嘅呀。我等間我感覺有人看到我，baru無了喎，當今無了。南西嚟。以為小女啊？冇啦，應該冇邊件啦，應該都。落境厝本都搬落境嘛，咁冇？冇搬，是一間厝來，電線啦。嚇，電線嚇，你厝漏水啊未有？你就一壁喺邊格嗰啲有漏水喎。冇啊，有一個水嘅 spot 啊，嗰時頂擺漏過啊，了無去油擦嗰時係咪？喲。
有水嘅 spot 啊，有啊，有一個大。Oh my god! Oh my god! 我同你講啊，係你水嘅 spot，你就咁講啊，係你水有兩個水嘅 spot，一個。燈邊啊邊㗎？我燈嘅邊啊有，我講下你啊，係你水嘅 spot 就是我嘅隔壁啊，伊早3個月啊4個月安尼啊 ，extend 伊嘅 garage 啊，一接回來我嘅 wall 啊，伊嘅 roof 啊，伊起啲我起來接落去我嘅 gutter 啊，然後伊水搶回來我嘅 gutter，嘛是你 gutter 會夾一個 roof 嘅水啊嘛。當今參伊個參我喺內咧，伊袂夠燒佢哋水啊！伊搶過來位，係引過來位厝咧，接去位 conservatory，喺你壁你看到就位 conservatory 嘅壁嚟。喺你水。你塗啲你壁嘛，咁冇？頂面個燈邊啊，喺你壁。嚇，對。我都未看到。我頭先講伊厝呢，我就看到迄邊架咯。你是看到是目睭看到，還是頭入面看到？唔知我就是 attract 我看迄個格咯。有冇格？我看呢格，而且你無講雜濕嘅，特別我格應該是水引來，唔知我格應該有水引啲。哎呀，但係是你個驚啊！我記你特別我喺你格，我個無驚咧，我驚古早特別當今無了啦，當叫我無驚了啦。古早我驚就是我嘅 bathroom 啊，加我嘅 upstairs 就我樓頂喎。真啊濟年，我唔敢一人去嘅，我逐過我要去困啊！我愛咗愛困滿好，我等到我下先要去房間，我無敢去啊，無去嘅。呢間厝 before 人大時是無人大，無人學叫大家姑啊，啥物啊？無 before 我古早是我嘅 mother-in-law 嘅厝嚟，了我 mother-in-law 大這邊嘅看病是我 husband 來過伊咯，死嘅工來過伊嘅媽咯。個伊嘛，到個伊都無死這邊 ，after that 是伊接去 nursing home 啊。然後伊到迄邊歸心嘅嘛，伊都無到這歸心。伊無管事嘅，伊本是轉來嘅嘛。安尼你講是家己嘅人嚟啦。唔知嗰時你家 relationship 好，你家 relationship 好。OK 啊，伊是搭波查某嚟。你唔捌得咯？你是 just maybe 係你最引來 fix 好伊去嘅咯 ，maybe 係你最引咯。特別係你水去啊，你 attract 到迄種嘅。係你水因是巴魯嘅水啊，即係物件真係古嘅水啊。對難。你咪流落來嘅咯 ，attract 到迄個嘢。冇，講水是巴魯個，頂到是伊隔壁啦，巴魯個做厝嘅，巴魯個做擔。我3-4個月呢嚇，古早冇。幾日啊？我就是當今有寫批去喺你講說了，伊人當今去看水了啦。但係呢，即個物件當今我無驚啦，是固定我驚早3-4年前安尼款嘅事，我就真驚呀。是嘛得咯？唔知哦，我看maybe 伊家己是淡薄心理作用嗰啲啦。家己自己。是我唔敢去落頂嘅啊！成個我徛啲我成個看人看到我安尼，成徛到看我安尼喎。記你！Oh my god！刺激！冇話，伊講 OK 喎，冇 feel 到嘛。我連以前冇啊，點解我看你冇看到哈？我冇看到。7-8年有了，我這個物件南西，我為咗下面嘅人講啦，就說特別對啷個上頭面嘅被爆場啦嚇。但媽這我有。OK，等，我講成。我過厝估嘢。OK，你過厝。但我講成，南西，但你講，你俾教我講我係家姐阿明爸爸上面物件。但我講我係家姐阿明爸爸成家人做呢，可能是就是講會教我講是下面物件。我因為迄個 normally 是迄個位吼，是你只講不會使下面啦，聽嚇。let's say 純粹你因為迄個你行落迄個位吼，迄個位是真啊陰，所以 normally 陰嘅位吼，你就有嗰個 feeling 啦。
啊，伊上个有一項叫摘掉路的，有攤摘落有陣時是摘掉路的啊，即個 shoulder 咯。伊唔是對啊，伊是到底位阿莫官嚟，阿莫官。阿莫官啊，有你是頭卡頭頂。你問我講幾人咧摘掉啊？唔是啊？唔知喎。我想你甲我講你幾人咧贏到我個只我驚哦。可能咩？而家問講你是可能問。我有啲 experience 嘛，你摘路嘛是唔奇怪。係啦，特別唔要緊乜啊，是講我咪錯對人嘢啦，咁成個聽就笑聽你發再見啦。唔係。Joan atau kau paling tahu lu ikut main wow about chart tu nai, wah kau lu tiada jadi tu nai kau su. Iya, tong kim kong. Lu be hani ya. Biar kim kong. Lu cai tu ti, bawa cile cuci be kong. Alah, okay, lu patah next time. Next time lah, 老關講。啊，我係個咧是多美國嘅啦。嚇，哎呦咪。啊，有啲古仔伊是多Oklahoma。嚇。伊到Oklahoma嘛，了吼，伊嘅厝是伊是巴魯甲生囝，了伊嘅大部囝是會看到嘅，你知？哦。了伊細漢嘅時吼，成日伊佇困啊，困到房間困嘛，了我會講佇做物件，了時候物件來叫伊講，去看你會驚，了伊就去房間看，哇，原來伊會驚啊，冰啊，成日屁尿袂爽開啊，了後伊就後尾。破就對了啫。哦。然後我媽其實有講到，成日伊多聽位啊。然後成日物件叫伊，去看你看囡仔，然後就去房間看，哇！伊向拔到你面床啊，你見囡仔。哦，使叫伊啦，叫到。啊，然後伊講怎啊？然後伊爸咧就到罵伊時啊，罵伊驚嘅時啊。然後伊就到頭真啊疼，就伊講，了伊爸就講我，結交我頭疼。結交哦。啊！了我係教嘅朋友印尼人啊，伊看到鬼嘅嘛。了伊就偷偷教我講啊，伊唔是起甲頭疼，是伊見阿伯啊，伊鬼是阿伯啊，去拍伊個頭啊，因為伊罵伊驚。哦，伊阿伯是伊阿伯甲你囡仔咩關係咧？我係算我係表弟咯，對我表弟咯。伊就到我係講啊，家己做房間位啊。啲圖啊，成日假先能講話嘅關係哦，啊，所以有可能成日 friend 啊，所以成日有幾個朋友呢，成日變做個 protect 伊嘅啦。啊，了伊當搬厝時啊，搬厝時吼，伊會驚啊，所以我走時啊，唔是搬厝時，特登會出去時啊，伊驚特到順州後尾喊拜拜嘅啫，解伊厝啊，拜拜吼，了讓成日話這間厝，了背背讓搬厝，讓搬去 Texas 啊。我去texas 先嗬，已經對起都啫。大佬已經厝啦嗬，要一個房間啊，有14歲囡仔嘅，一個房間會。我媽去人其實困喺個房間嘛，咧我哥講嗬，伊個房間嘅有人會使幫助呢，咪去幫使整體咁樣款啊。然後我媽講人困嘅時候，我講啊，伊講我話咩事？我房間嘅火啊，成日 disco 我一直換火嘅。啊，了我媽把到面上拔刀啦、手啊，咖喱了啊。哦。啊，了馬路伊有一個查某囝，我哋看到嘅。啊，了伊講伊有一道伊個查某囝，伊早就已經出來嘛，了嗱。解查某囝切成句咯，了伊查某囝嘛看了後尾真係勁咯，了伊嘛向掉咯，了伊講伊查某囝啊，直直記條伊查某囝不要講話，反正就記條後尾咧就，我咪看到驚咯。Oh my god！後尾抱伊後尾走，啊，了個有一個是咩啊？伊看到墨西哥嘅人啊，伊會聽，如果是會聽講咧，佢伊逼真嘅嘛，誒成日伊解伊。解減咧做咩啊？嗬，看到一個墨西哥嘅人啊，穿嗰啲老長長長嘅啊，了響行過就對面前行過啊，有啲後尾去解人講，啊，伊厝這樣子嘅，咧特登問我去厝大，我講買。你應該去大誒，你去大咧是錄音嘅時候，你考出來。伊驚真係看到嘅，成日伊驚是冇咩講話咋，
比手嘅就搭哦膊，OK 嚇，啊，然後伊人去唔知去蝦米 hotel 嗰時啦，伊紅嘅爸媽來咯，然後咪去佚佗咯，佚佗咧嗬，伊搭膊鏡搭到去 hotel 嘅時啊，就直直愛跳眠床嘅啦，跳眠床咧嗬，然後人睡兩間房間嘛，然後人嘅家己嘅房間嘅，伊搭膊鏡啊。安怎門好唔買入呢間房間啫？伊只去伊房間伊徛條邊啊，伊徛得點點嘅，因為買做蝦米嘢徛條呢？然後我係個迄時就使講哦，冇對片啊，冇對片啊，冇對片啊！嗬，然後伊過去伊個公樣嘅房間哦，然後伊係只去呢，就白去面前跳咁款呢。哦，啊，誒，你幾歲啊？今年啊，應該是8-9歲安尼呢。哦，所以伊是8-9啦，所以就sign language。因是8-9，伊是唔係講話。唔係講話咧咋，人叫做咩acoustic 啊咩？哦，autistic，哦，I see。啊，伊冇咩愛講話，伊捌來過我媽厝嘅嘛，然後我直直改比手比怪咯。哦，I see。好在啊，好在我問我係講老我媽厝時看到係咩？你講冇睇到。Oh my god！ 哎呦，我聽我這是第刺激隻古文嘅刺激咧，俾你學見誒，古語告訴啊。喂，這裡個真正啊，特別。你朋友覺得同我講嘅。你嗰陣時你見梅姐姐、徐姐姐一個都嚟教我講過。然後南西 every week 會掉到 every month 會掉到嚟啊，加加個。我也是開打咗。開打咯。也是開打做生意啊。係啦，做你叫咩看面啊？哈，一個人看面啊，一直到一家 steady 看垃圾咩啊？冇人講你有你講你你走另外一間 next 冇。你就會學電。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為感謝。誒，等陣我要問一個意思，可能好係你沙拉瓦嘅鳥啊？有夾講咯。沙拉瓦鳥。我未知是唔是咧？啊，你講下。你叫南西㗎，你講。南西嗰度 verify。嚇。Last time 啊，我交朋友去古晉一個 resort 啦。暗暝時11點外是緊困了，我困了。因為伊 resort 伊頭殼了是放嘅，了又有樓頂嘅，所以我困嘅時間是聽到樓頂嘅人拖，敢若拖到伊嗰是拖桌頂嘅。哦，伊拖是敢迄個放嘅聲嘛是安尼款。我想講，一人耍嘛，就莫睬伊。耍是佚佗意思嘛？想講一人見樓頂佚佗真濟人，嗰時係咩啦？然後規暝哦，到2點外、3點外，我直直安尼拖，直直安尼拖。我袂，若是人耍無理由安尼久嘛是啊。我袂知是，到尾我則懷疑，毋知是毋是迄個物件咯。來看，來問南西嚇，南西先生問下。唔知哦，未講喎。sometimes it may be 人樓頂有一人開門啊，嗰時伊大咩啊？你講學校啊？話咧，樓頂嗰時舊醫。學校一過得咯，過咗學校啦。你要注聲啊！我聽得咯，學校。Hello，真差咧。安怎你亂啊？即啦，一世人一擺特擺叫好掉。係咩啊？頭先你講係咩啊？好掉哦，對遐，南西個對遐哦。哎呦，伊講唔知是唔是？講，喂，有可能是人咧冇咁大條係咪咯？奇怪，你問講啦，我覺得我年年對迄時，我想要去沙拉瓦佚佗，我想要去穆魯。你去找迄個 headhunter 啦。要買。我諗去啊 resort 就是見迄邊 somewhere 邊。Don't。Cultural Village 迄邊咯。哦，我想你講我穆魯會買，so 哈南西。你到大得咯 resort 是 hotel。resort。茶幫嘅幫。project or somewhere 迄邊夾啱暝甲做嘅別講啦，我唔知。樓頂嘅先到啲樓頂。唔係啲 resort 是掛喺山裏邊。我山啦。我山邊上尾嘅位啦。哦。我徛尾嘅房間。背房間啦。冇啦，冇感覺到，南西冇感覺到平安冇事。會啦。OK。我講有時候你說迄個聲吼是真正清楚的啦。哈，呢度真會。
真會咁咯。哦。我不是安尼款聽人講。是只胖嘅嗬，就是伊啲真會。只臭嘅是啲真堅。呀，安怎胖者咪是成個不拉贊呢？就是講只胖嘛不拉贊，特別有人感覺臭。Jasmine 安尼看咯。哦，因為我特別video咧 Jasmine。Jasmine 看咯，你邊個咩臭咧？邊個 video？我人有咧 honeysuckle 係我到底話禮拜 honeysuckle 伊味成個 Jasmine 嘅味。maybe 啊。但是講到齋咧，香嘅話，但係啲香吹嘅都係 video 嘅嘛，是咯。是啊，特別有陣時往這啲 office， 即係定買啦，這啲 office 入邊係咪叫 Jasmine 花行過？哦，就不是無帶尾 video 嚇呐。唔係講無齋呢物件了，伊若是有喺你香嘅物件，就是講有物件來啦，是哦。呢啲真會嘅，以前啲真。我也表記對在炒，安怎係炒？安怎係炒？是洗嘅炒咧，還是成個人街嘅炒？炒嘅就一種嘅。咩啊？佢冇成嘅。有解咯。炒有咧嗬，成家嘅 hospital 嘅味素都有嘅。hospital 味素成個係人消毒嘅咧味啊？係你放嘅呢？要味。成家要參加迄個人迄個山口嗰度。你往上下有陣時往臭錯啊，畫上啊嘛流血嘅，流血啊嘛當藥水嘅。當安尼看有難啊，可能看你。呀，吉林呀，我唔知啊，唔到。我唔到，我味就差別啲特別笑話，是唔是難難邊？後頭你就愛做緊一個 topic 啊。人安怎 detect 係咪味？係咪講？係啦，佢就等陣，咱當然聽一件事啦，咱當然聽一件，咱叫南西教人講，但是咱有拄着安肯經驗着安肯嘅物件，咱特別安怎去對咧，安肯嘅物件，安怎面對。唔係講我，安怎對付？咪每個做咩你胖嘅？做咩事？我咩胖嘅？做咩你醜嘅？我特別嘅，我鼻就臭，鼻就胖啲，我就愛講嘅喎。講嘅啊，唔係講。我朋友對啊，我喺度拜啊。我朋友冇話你講啦，我咪出事啊，咪猜嘢。我拜啊。南西都是講第講就好。第講好啊，真係如果 eye contact 啊，要做路本好，路本做唔晒。哦。咁若是講你問街市看無啊？係啦，我白咯，係啦，係你唔是啊，雲吞就是你看啦，雲吞就是看到你看，伊咪看，嗰啲問街市無看我，可能佢講，特別有一個是我係朋友嘅 colleague 啊，伊是特登學幾大學幾差落安尼看的嘛，然後到好伊個一個新嘅 colleague 來啊，然後伊知有人看嘅書啊，伊可以支迄個。膠咁鐵嘅就，你講請一波線嘅。咩膠？唔知咩物件，上地物件。你成日鐵膠咁鐵嘅就係講入嚟波線看鬼嘅。膠上面係咕咕膠啊！你講。咕咕膠，即咕膠咁鐵嘅啊！因為日短魚啦，伊係日短魚啊，伊可能是係做夢，人家講啊，你成日你日起來喊我係驚，我無驚。我而家咕咕隻出嚟看見。我都會接到 experience 咋，係唔會係咪本嚟？係咪？定咪喂，有乜硬事？一時拜神佛嘅嘛。嚇。แล้ว伊嘛去神佛拖落請去請你細嚟喺你拜啊。嚇。細嚟，แล้ว迄時我未 convert 嘛，所以。我看到一個嗬，看到真水的，看到一個上會上嘅啊，細細嚟啊，你是 convert now convert 去 Christianity 啊 now？我 convert 就貴，佢哋本10幾20年嘅。哦。特別定到是呢個擺好嘅事啊。哎呦，等陣阿龍，哎呦阿龍先。我問下迄個，講。佢真對啊，哎呦。南西應該開隻新嘅podcast 啊，南西。因為特禮拜請起來，些人起來問看，這個是正人食鬼啊！那是叫梅南西先生，梅南西先生是新嘅 show 啊，
本来學人雜網自己。你問我答，不，你問我答。唔係誒，我 OK，所以我未รู้รู้สิ講啦 ，before รู้ convert 去 Christianity 時候，รู้สิ個拜有對拜。我拜啦，我是看到。哦 ，OK，對，迄個想法哦，一隻detail嘛，你知我。一隻 cake 嘅物件在寫。啊，細細你好，我談壓嘅話咧，談 to be 啊。請埋對來啦，即係我，即係你係做拜嘅嘛。意思是寫隻 hood 咧，還是咩？ hood 啊，會笑嚇，對。他們是想法，想法是想暗。泰國嘅暗。拜。可能啊，泰國嘅嗰種嘅法啦，咱嚟拜嘅嘛。哦，拜。上標咩？上標嘅啦。我咪是去上標嘛，迄度。啊，請咯，看到水嘛。上暗啦，上暗是叫。上暗咯啊。請對來嗬。你有聽暗？沙拉喂。他們是暗。暗就是bio 咯 bio 嚇。放迄隻暗暝吼，我一行對來吼，我逐日本袂困了。我開身軀吼，想互火燒咧，喲！我困咧眠床想互火吼燒我身軀，我袂困，根本逐日連續可能2-3日袂困。喲！會咯，係你細阿公啊，入對嚟啊。啊，細你想法啦，你回想啦。然後佢後我就問我朋友，因為我這裡我袂曉嘅，這個我是可能出邊入對嚟咧。我問我朋友咯，朋友講這裡入邊係路嘅，所以講應該是嗬換入對條路，所以一再路把路換入 protect 了。所以做路嗬 misunderstanding 去行行路一定掉伊。你明唔明？你會想講應該是一trick 你想講是你會想做嘅，特別是其實是你已經有物件對了，你咧你物件無事㗎，你會想，所以做嘅成個是啱好是你會想 cause 你嘅嚇呢。cause 可能所以我是問朋友，了按啲唔知第3名、第4名，本時你看到我幾難名別講做根本前啊，哇，去到做根本就閒咯，冇貪攰嘛。有一名別當啊，另外我就應該是迄個啊嘛。我起來罵臭話，為隻罵臭話鳩來鳩來。錯嘢啦！然後喂，睇你攰成攰做啊？冇嘢。On the spot。冇嘢。哇！冇去 on the spot 咯，罵了啊！我直頭困落去無數啊，係灰噶啦冇。安尼看就是講，若是講咱當家有人對咱就愛罵臭話啦是哦。你是該向。我故意掉，你該向吹。我一知是蝦米嘛，所以我一知是蝦米，所以你 find out 是迄個問題哦。你講安尼啊，我想到了，下句是我碰見，物件碰見啲厝啊，點碰見物件，你係你仔你係下邊啊，特別冇去啊。然後我係 friend doctor 嚟，我講。安啲你去啊！啲下邊我都罵，伊講夾到對來，我係物件都忘咗，物件後邊。有對除掉誒。係，咁你都除掉啦。我就想講，伊甲我講係咪安尼物件，我家己唔好笑嘛。講一個囡仔甲我講安尼徛邊啲罵，我有影當時同伊講想話。錯嘢對咧，當時講個鬼遮眼啦，當時伊個鬼冚掉啲目睭呢，我都未看到佢。OK， 感謝。我是驚你罵伊了，你向甲等伊報仇咧。你係人咧？你是報仇叫南西來咯。對啦，伊樣別做蝦米嘅，這裡。特別南西是講，你要看再清楚是蝦米物件成啦，你甲做，你嘛唔是傻做。你來睇到清楚嚇。你對每句南西先生，司機講 OK 曬做，你甲做，唔當是傻做。我看你得罪人，但係直接講老慣講條咩得罪到即係哪度講？你啊，我是一個月未行咯啊，倒來眠床啊，聲啊。人家得罪到伊，唔知啦，你時時是看下面都管未好啊，一時是我是 SBM 出來咯，畢業啊嘛，了出來拍工了，有一陣時我感覺我腳哇真正痛，啦，我以前要前進做工嘅嘛，要轉去是啊。
透靠时看到我骹红闪个了，就了我懵掉尔，成愈按刺落去啊，伊都成有血了反尔。哟，你知哦哈？了袂惊咯，了骹真正疼，了看虾米落棍食物用袂好了，了就无办法去问阿公，了阿公讲话你得罪着哪度讲。哦，你唔知安怎得罪着本啊？你唔知安怎做着？你讲我粗糙啊！哦，我人都粗糙啊！哦，下先嗱，未使人講嗰度是。我教我朋友講笑啊，應該是粗糙啊，咩樣嗬嚇，去得罪掉，有啲事嚇。啲嘢變。知啦。得咯啊！大工廠嗰邊講，因為我知我教我朋友做工是大工廠嚟嘛。邊度都講啊？特別我其實並無喎，伊講獨端去啲工廠會去拜了，工廠人講你唔是特獨講嚟，應該是路邊嘅特獨講咁樣啦。哦。有去拜咯，即係去拜了行哇，好獨端去，一行路獨端去啊！呢是一個月我成日會死啊！哇！我小弟冇得罪佢，我小弟。啊，再講下，咱就未必我會掛隻 episode 先攞出啦。講完了。我被免落啊！我小弟嘅本真係奇怪啊！伊是走去放酒，走去我公嘅厝，嗱都講佢放酒。哦。啊，放酒啦嗬，一轉來哦，去幾若暝，無伊正禮拜咯，伊下晡無事嘅，伊暗暝嗬一愛晚嘅一迄個sun rock 啊。落山一頭落山。sunset 了咯，啊 sunset 了 ，after sunset 了，伊就講伊真係坎坷，伊譬如講讀，伊看病，伊真啊 discomfort 可咯。哦，即係無爽啦，人無爽。無爽，你直喊，直喊，迄時我小弟 standard one 啊，可能係。哦。所以我咧上次攞冠。嗯？那會就那當時間那啲馬來西亞5年有百喎。我唔知哪都講啊。哪都講是雲南咩？哪都講先是。本來哪都講 actually 伊是，it can be and it actually 伊是一個山線啦，山線山西。山線啦，伊是講伊 ，OK， 伊做伊是一 spirit 好了，伊愛人拜伊嘅。哦。伊愛人拜伊，我想伊是雲南嚟嘛，伊袂使食。伊是唔是雲南？伊是穆斯林咪袂使食咧。Can be any, it can be any, can be anything actually. 哦。can be 一個老人加白，貴身軀白白。啊，係你我捌聽過啊，係你。啊，發貴咧，可能穿白白衫白褲。then can be 一個。唔是只加數唔記嘅咩？啊，no，六個抽。我朋友這是捌看過，到底當住冇啱咯。你在看水滴落時，當住冇啱為下，即係走講嘅就係，你喺水滴落，到底人喺一邊，當住冇啱下邊，佢起水滴落時，啊，起到一站嘅時，你特別 turn left，真係 sharp 嘅 left turn 嘅，然後你看，你 face toward 係個 reservoir 係個reservoir，reservoir，嚇，然後你直接看其實看到下邊，特別有一定，伊是攞粒巴肚嘅，是長嘅，看起來攞粒巴肚多粒，嚇，下邊嘅我朋友看到有一個白白嘅鬼阿白褲到下邊嘅，然後伊講伊唔知係咩物件，伊特別看到真久都唔知是係咩物件嚟，大漢一個就講，哦，細漢時我看到嗰啲阿白是係咩物件嚟，講我哋是拿刀講啊，佢講。我就驚下邊嘅。係啦，下邊就是我就驚，because 你叫一道真久真以前啊，係你 inspector 拍死你 girlfriend 一定要叫下邊去。上個是會記啊。啊，你手邊係幾個人就驚啊！Oh my god！係你我以前是會記，我聽過啊。我講我唔敢講下邊嘅。我大擺我是往時啊，有啲下邊較近嘛，大路較遠嘛，所以有啲會寫點寫下，我日日創我嘛講唔通啊，可能 accident 啊，你知我日日創啫。是哦，真驚啊邊。係啦。特別當今個濟人用嚟掉落嚟啦，真係人用嘅嘛。係啦，當今真濟人啊，當今。誒，咁就是講啊，即個啊，有人嘅聽眾到底對對嚟講，伊捌看過那道講本，伊講白色啊，蘇紅機嚇。grass wheat 你講數，人家這裡無來啊 ，the hash 是咩咩啊？金蕉，阿蕉啊金蕉，人家無，伊是金蕉，咱叫咩啊？蕉叫咩啊？阿蕉咯嚇，阿蕉人家無來做。我講了，我小弟安哈，講，
啊不是，我唔知我嘛大陸學對嚟喎。嚇，我講過我唔知，即係有寫過。唔知冇，實是冇。我弟弟啊，我特別我有啲 B B 話班勁夠講過。嚇。我嘛去夾一個夾 B，夾後 B，一個笑，一個夾多。我小弟衫，香，應該是這幾項嘢啦。有暗暝12點啊，行去往厝頭前嘅，迄個12樓迄邊架個大樓12樓，迄邊架了向條我講嘅厝嘅迄個 direction 啊，了叫我小弟嘅名。哦。直叫唔知幾刀，我袂記啊，叫唔知刀，了是有人叫我嘛吼，我嘛袂使認伊，我嘛袂使講，袂使認伊。哦。袂使認伊，因為吼。是let's say，因為唔知我嘛大陸我嘛是無相信人講人嚟嘅。嚇！無相信我嘛。特別伊是無法度，看你家己驚到安尼是。一聽人可能method 辦法嘛。我至少我本就細漢，我唔知伊大陸聽對嚟。maybe 我看我媽在後邊我去問伊安怎知啦。你佢知個對嚟甲我講，嗰伊直直叫伊名 ，I think maybe 幾十刀嗰時我袂記啊啦，了對嚟有一條衫互我小弟穿，佢哋向我，甲了夾對嚟擦啲我小弟褲嘅後尾哦，伊頭後尾邊甲迄個邊嘛擦掉咯，了係夾多加迄個笑哦，就放啲我小弟耳啊褲，白白褲，後攏夾節吼好甲了，刷去對肩，計字嘅 on the spot 好嘅咧，我冇看過即個到底 YouTube 會看，只看到就係換下入鬼咯，看到。係啊，你我等得不到嘅。冇，即個出去幫嘅即個幫咩嚇，迄個雲吞幫嘅。是一起嘅。係點啊？嚇，有多嘢嚇。有。我看到你記哩哦。你看到佢記哩就是看到伊唔是伊係咧，伊跳是 OK， 我是想講 maybe 人成日講掉試咗係啥物嚇 ，sometimes 啊都唔知嘛。特別我看到較恐怖係啥物，你會看到伊轉啊落去頭殼時，你看到伊個唔知幾耐到啲頂面紅險呢，都落來咗咋。So，我看到多來時我唔知嗰隻 until 唔知 somebody point out 個 comment 嚟講，你看到到啲迄個成都啊，嗰邊南邊有隻影，你可能嚇。然後我看到伊影成啊，伊影就係鬼，嗰邊係是多，伊影就鋪嘅嗰邊係伊個 box 就多來。哦，見 7-Eleven，something like 7-Eleven。哈，對，唔知有影。section。嚇，呢首 reflection。真想真嘅咯。係啦，我們是感覺啦，特別唔知啦，林生你去看，林生你捌看過哦？我冇識看，我唔記啊。哦，你冇識看，特別伊未看到誒。係 OK movie 嗬，有陣時我看 movie 看呢種 movie 啊，我係笑掉看。maybe 是假呢 ？maybe 這是人做嘅呢 ？movie 是假，所以我笑掉看，因為有你做個就無真，特別咧，我一世人學我攞嚟去嗬，我真係驚看喺度，攞出呢，先攞出我講我無愛看，唔是我無愛睇數，我就驚看，讓人變白啦。咱弟弟講愛看是安怎的嘛？有冇？這攞出去是第一節真嘅。係咩戲？這出是 Six Sense。哈。這出是見鬼。見鬼。李心潔啊。李心潔迄隻唔是阿妹迄幾隻嘛？李心潔頭一隻。等陣後啦。係咩嘅？這攞出是第一個哩啊！咁我講這攞出，對對，我看到嘅人嚟講啊，這攞出是真啦。我唔捌看過喎，係見鬼啊咩？見鬼啊！你講看鬼。你看啊！有一個有阿毛版嘅。有阿毛啊？有阿毛版嘅，有美國版嘅。阿毛版冇你好看啊！The Eye 嘛，唔想啦，伊即個是伊有影是做 survey 咯，有影是 maybe 伊找上個人可能人哦來。哦，哈，咯，對有啦，伊 research 嘅先。伊 research，伊只就 research 是真，伊唔是講聽人講種，伊只就是找這種人來 research 咯。I see。我當尾可能看嘅是desktop， 我就看我 desktop 去看。然後你看我 desktop，我當尾看係一個鬼嘅。
即係拿鬼接線嘅，攞快啲。是還哪咩？嗱，攞快啲，攞快啲。嗱，攞快。啊，幾秒。Oh, das ist Jammern. 哎呦，這有聲喎，我頂住看冇聲。咦，我驚。當注意看，正多邊嘅，這邊嘅，多邊嘅 left side。一 glass 嘅。哈，一 glass 入邊一冇成多冇嘅。一隻好咧是一個 start 呢。嗱，你看，一多邊嘅。嗱，好啲，就贏。嚟下，你看你咪加多嘅哈。I think 假啦，冇可能嚟正。我驚。你冇會會舒服款。來，諗晒先生。唔知我唔知啦，別口講啦，即係因為一出 TV 啊，一 filter 過我唔敢講。我費事真係講錯啊，是啊，spread 對 news。就知咯，你一人聽，我就忘了。係啦。下班呢度出面啊！下班留卡片頭，攞啲 Facebook 留好了。留啲 Facebook 留。你講啦，因為一 video filter 過即係隔離我人想睇佢講咯。係啦。因為好多時放去 YouTube 嘅入邊，唔知有是唔是有做嘅假招啊？我唔知。係啦。啊！又唔知嗱，之後人看 go enjoy。我喺度啲 chat room 嘅人，有見到冇吉利，我哋呢個聽到聲。但係做咩？吉利啊死啊！嗱，馬上 OK， 誒啦，你哋 CCTV 有聲嘅咩？係啦 ，CCTV 有聲咩 ？CCTV 冇聲嘛，梗係驚嘅。我哋冇聲嘛，嗬。啊，啲路人叻到聲嘅，叻到聲，早早到叻到就係頭搶物件嘅人嗰度。係啦，嗬。了個有伊個，我第一道看到是伊未必都無嘅淡薄，photo 成個 After Effects 咧，然後我就搞做咧，因為我做隻格線咧嘛，我做隻伊格是鬼嘛，一邊咧拖出嚟。哇！仲都真係當然，其實邊咧有家己嘅filming company 啊，做當件。我是啊。嚇，所以就是講，咱會寫一個鬼嘅故事，個 complete 嘅頭個背嘅，成正鬼嘅故事。攏講曬即係南西啦，好笑。咱個 concept，咱係 contribute 寫一個 script 做一出戲出來啊，好啊。我唔知做咩物件，我係咁樣宣傳嘅。啊，直講嘅招 fake one 你講。英國中嘛？唔是阿招。招啊，新加坡招啊。OK。你講假啦。你做我講面南西，我講聽，我看過啲，我說你哪看得上這物件咧，我都冇咩相信咧。伊說伊做得上個出面，你知哦。有咧成日淡薄呢，那都伊搞本啊未歹啦，做啊成講淡薄，唔知啦，淡薄上出面淡薄。OK，感謝啊，咱這就被掛咗咯。但是我過來講，就掛咗落嚟 episode 啦嚇，阿冇上長啊，能夠講邊講發上大。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我直接感謝咱這禮拜咧嚟講講有幾時話南西先生。對啊，嗱對嚟啊，英國中。John，我未講嘅，你咁樣看，你咁樣所謂 YouTube 嘅 video 啊，是係咩 fake 嘅嚟。安怎你知？Sorry， 我都未看冇聲。sorry， 哎呀。伊 live 嘅聲嘅落邊聽。你 video 是 fake 嘅啦 ，because close 嘅 TV 嘛，那有聲，未使有聲，那是有聲都無 legal 了 ，because 伊成個伊個店嘅人會 eavesdrop 人嘅 conversation，你是無 legal 嚟了。我頭頭聽是講是無聲。你款是做誒 epilepsy 本嚟做。係咯，對少試咗嚇。特別伊物件加樓咧。
後來無掉啲一 check 伊就無 balance 嘛，伊亂搏啦，嚇，然後伊搏到嘅時，伊 check 個一刀伊搏到咯。特別都冇當到啲乜嘢。我大媽伊當掉嘛，大媽伊當掉，伊就 shift 伊當搏了。然後伊深度嘅樣咧？阿 John 啊，嚇，做咩阿龍？我想到就好笑，你知道？你 imagine 咧，英國中加南西嗰陣時，變成白白啲上嚟，一係笑名，是啦，我一係笑名咁講。冇啦，冇笑名啦，我真係愛聽啦，咁我誒好聊幾個老人嘅，好聊南西，真係好聊南西，喲。南西勁是 Star of the Night。OK， 所以各位今次我哋特別嘅邊啦嚇，我係南西先生咧，會唔會都答南西先生？搞緊咧 prepare 好好咯。所以南西今時啊，然後個我人嘅先生，係啦，知你啦，定國中位。哦，唔是我。位啊？我就看我係聲了。我隔離我冇啦。maybe 是唔知啊，鬼 maybe 是唔知啊，鬼唔要緊啦，咱差唔多未了啊。so แล้ว介紹我誒特別嘅面先咯，係南西先生咯，แล้ว個有新椒老乾，แล้ว個有後條阿龍，個有普吉胖扒，แล้ว個有沙拉瓦誒阿鳥。英國中無落起來參冇人嘅，然後另外一個英國嘅加工，感謝加工每隻節目嘅每隻趣味，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你人聽有可能我就搬咗落接片啦，可能佢拖較長啦冇嘛，拖嚟未？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咯，有有興趣嚟講，不得會參加我人講即係古語故事時，我成日讀對內邊咧學見到講嘅網頁，若是講有興趣參嚟講，會使去 Google Plus 嘅位嗬，去隨便咧學見誒 group 咧是 at。去類搜個，有時話有時不到都就使起來做特別嘅變啦，แล้วก็嚟參加講，有興趣時呢度去 iTunes 係咪先 subscribe 啦嚇？去 iTunes subscribe 到啲唔是 iTunes 到啲 computer 係到啲啲 podcast 嘅 app 到啲 iPad 還是 iPhone 還是 iPod Touch，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